台灣慈濟最不為人知嘅5個秘密，財政唔透明只能夠排喺第3名。第1名完全唔符合慈濟嘅初心。第5名內湖開發案，慈濟花高價買下一塊保護區用地，準備喺呢度建造兒童醫院。建造醫院必然會破壞當地嘅生態地質，結果遭到當地居民嘅強烈反對。大家一致認為慈濟打住慈善嘅幌子喺度撈錢。第4名慈善佈局，慈濟唔單止喺台灣具有影響力，幾乎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佢哋嘅身影。從學校再到醫院，已經形成咗一條完整嘅產業鏈。每一位台灣人都同慈濟息息相關。第3名財政唔透明。據媒體報道，慈濟嘅年收入超過2000億，而財務說明僅有一張 A4 紙，冇細分款項嘅下落。大家知道慈濟並唔止台灣一家基金會，而且喺美國亦都成立咗基金會。兩地基金會收到嘅善款係一齊使用定係分開使用，至今都係一個謎。第2名慈濟用地規劃，慈濟一共有10筆買地交易，每一筆都價值不菲，總面積高達85公頃，一舉讓慈濟晉升為台灣大地主。近年嚟修建靜思堂鬧得沸沸揚揚，有人指出呢個係工業用地，屬於違建，而慈濟一直冇做出正面回應。第1名台灣頂級財團，近年嚟慈濟唔單止投資咗4家石油公司，而且仲投資咗多家食品製造商以及美國波音軍火製造商。呢啲投資唔理係咪盈利，完全唔符合慈濟嘅初心，為此讓大家喺背後議論紛紛。除咗以上5個不為人知嘅秘密，你仲知道有邊一啲呢？